这是地雷，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20号，公元2017年12月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佛陀与甘地全球和平理念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古印度文化能为世界做出贡献。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官方祈福法会，悼念近期自负者丹嘎。思政接受印度杂志《Governance Now》专访，谈及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看法。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出版《谢谢台湾2018年台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2月2日上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在印北达兰萨拉西马希尔邦中央大学内举办的佛陀与甘地全球和平理念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向与会的印度学者和僧人们指出，古印度的价值观是非暴力、同情和宽容，现在是时候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阐释当今印度振兴古印度文明的重要意义时，尊者强调，推行世俗论理，并配以人类原有的慈悲根性，如此定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21世纪。尊者还补充道，不同的信仰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所倡导的都是慈悲和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印度古老的世俗伦理与非暴力的观念非常适用当今的世界。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对爱与慈悲存在自然的反应与付出能力。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为首的来自各方的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深入讨论了佛陀教言与圣雄甘地的理念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在当天的致辞中，首先谈到了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宗教和谐和创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桑都仁波切还谈到了在西藏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尊者如何激励600万藏人接受非暴力，推动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桑都仁波切指出，西藏印度还没有完全摆脱暴力，但是由于尊者一贯的建议，自从1967年以来，整个600万藏人在达赖喇嘛的提倡和带领下实施非暴力，至此西藏印度完全是非暴力的。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出现任何暴力事件。此外，1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在达兰萨拉国立大学研究生学院举办的年度颁奖典礼。尊者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印度是唯一具有潜力将现代教育与古印度文化结合起来，为全球带来扶持和利益的国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是把自己形容为古印度文化的传递者，因为我的所有思维都已被佛教磨练。这是因为接触拥有悠久历史的那兰头伟大传承而所得的成果。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学生表示，我致力于复兴古印度文化，尤其是对思想的方面，因为这能使我们改变破坏性情绪和促进基本的内在价值。尊者强调，古印度文化已经传播到整个亚洲，包括中国、越南、斯里兰卡和全球许多国家。现在是复兴丰富的古印度文化遗产的时刻，这一遗产将会对全球70亿人类做出贡献。India is the only nation who can combine modern education, moder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modern economy, plus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how to tackle our mind, our emotion, and bring peace of mind. No other country can do that. Only this country. 接下来，请看第3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11月2日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为近期自焚者藏人丹嘎举行了官方祈福法会。现年63岁的自焚者丹嘎是于11月26日在西藏甘孜县街头为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高呼“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后当场身亡。随后，当地军警立即赶到现场，包围事发现场，带走了他的遗体外，也在甘孜县部署大批军警，切断通信网络，使局势非常紧张。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圣格在当天的祈福法会上指出，藏人行政中央阁下深切关注近期发生的自焚事件。西藏境内的男女老少僧尼同胞们这种牺牲，证明了西藏人民在中共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无法生存。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聆听境内西藏对与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早日返回到西藏的呼吁，解决西藏人民的不满。 꿀레 경기 여베 남이야 마지베 토네 공자초고 공받따라 우메람 시샤베 토네 명대 추베랑 존나야 신도 개침부 임비디 야나가 구티 초기 캔과야 디토를 락다 司政洛桑圣格表示，就现今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的关注日益高涨，以及目前在加拿大议会中就有关西藏政治犯的处境进行了讨论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司政表示，近日加拿大参议院提出了包括11世班禅喇嘛、给明确吉尼玛在内的5名西藏政治犯的问题。加拿大外长在议会中表示，中国应该允许维权人士和联合国官员会见自6岁起被中共当局劫持的11世班禅喇嘛给明确吉尼玛。司政还指出，联合国根据今年2月至8月期间进行了5次紧急调查，发布了西藏境内局势的报告，并且敦促国际社会向北京当局施压，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司政进一步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2任期内改善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并表示压制性强硬政策永远不会奏效，反而会使得其反地加剧藏人民众的不满。尽管藏人行政中央再一次呼吁境内外藏人不要采取自焚激烈的行动，但自从2009年以来，已有15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高压政策。此外，本月初，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圣格接受了印度知名杂志《Governance Now》的专访，司政就全球和平稳定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司政洛桑圣格在专访中谈到了，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司政指出，这反映了亚洲2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如今年在都克兰发生的冲突。司政洛桑圣格表示，60年来在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世界各地同样在发生。当前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以及都克兰的冲突问题，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正试图改变基本的公认。司政还表示，习近平在19大上说过，他的思想不仅仅是一带一路，还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代表中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自由，只有一党专政。司政最后指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仍然在继续，而且还得到了包括印度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司政洛桑圣格从本月5日开始对美国华盛顿特区展开了为期5天的访问。在此期间，司政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政要、华人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居住在美国的流亡藏人。12月10号，司政将在纽约出席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纪念日相关的活动，并向民众发表演讲。11号，司政洛桑圣格将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14号，在新德里出席松迪教授的纪念活动，并于12月15日结束一系列访问行程后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11月29日发布了“谢谢台湾2018年台历”，作为藏人行政中央2018年感恩年系列活动的前奏。按照藏人行政中央的阁下计划，将2018年定为感恩年，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将在举办各种活动，以感谢各自所在的国的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和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发布了“谢谢台湾2018年台历”，感谢向西藏人民提供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的台湾各界人士，以及自
1998年驻台湾办事处成立以来，长期支持和提供帮助各方人士。上任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陶慈诚先生表示，此次印刷了约6000多册《谢谢台湾2018年台历》，将赠给蓝皮书会员、佛学中心、西藏支持者和其他相关组织。代表陶慈诚先生进一步补充道，雪域出版社明年将会发行一份更加全面的纪念品，以此彰显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以及上任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在台湾成立20年至今，在该国展开的所有关于西藏的重大活动和事件。上任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